沒結果的一些感情，一生牽我心，使我只好用這生認命。大家好，我係金達利。今集同大家講下電影，一套由活地亞倫執導嘅愛情小品電影《Cafe Society》，中文譯名係《情迷聲色時光》。請注意，呢條片會有好多劇透，唔介意嘅話，請繼續睇埋落去。活地亞倫從事電影工作至今差唔多60年，《情迷聲色時光》喺2016年上畫，係佢第47部作品。除咗編劇同導演，仲擔任埋旁白工作。佢想用電影嘅方式寫一部小說，一部關於家庭成員關係、關於愛情嘅小說，所以佢用小說嘅結構去安排唔同嘅角色，仲有旁白去做解說。故事發生喺1930年代嘅美國，一個嚟自紐約嘅年輕人 Bobby 去咗西岸荷里活投靠做製片人嘅舅父 Phil 係一個大忙人，口邊成日掛住唔同明星嘅名，日日都要交際應酬，但係迫於家姐嘅要求，勉強見客由老遠嚟到荷里活嘅外甥 Bobby， 仲將 Bobby 同埋佢阿哥阿 Ben 個名搞亂咗添。Christ, Ben, it's all about ego. This whole town runs on ego. Yeah, I'm Bobby. Ben is my brother, though, so it's understandable. So, what? 最後冇辦法，叫咗秘書 Ronnie 帶呢個外甥認識下荷里活呢個地方先，暫時打發咗佢。Ronnie 同 Bobby 好傾得埋，佢話荷里活好多人淨係識抬高自己，暗箭傷人，人際關係好複雜。佢又靚又世故，深深吸引住 Bobby， 兩個人互生情愫。但原來 Ronnie 係 Phil 嘅情婦， Phil 為咗 Ronnie 決定同老婆離婚。Ronnie 都唔想努力，而揀咗 Phil。Bobby 被逼退出，但係喺荷里活呢一段戀情始終留喺心入邊。佢返咗紐約之後，靠住喺荷里活嗰段時間建立嘅人脈同兄幹，唔係父幹而係兄幹。Bobby 嘅哥哥 Ben 靠住撈黑社會賺到唔少錢，但最後因為殺咗人，俾差佬拉咗，判咗死刑。Bobby 靠住自己嘅人脈同埋阿哥嘅錢，做咗間夜總會嘅老闆。呢間夜總會同我哋而家理解嘅有啲唔同。呢個夜總會就係片名 Cafe Society， 係20世紀初名流、藝術家、政客等風花雪月嘅場所。Bobby 有咗少少成就，娶咗個失婚名媛 Veronica， 因為發音有啲似 Bobby 成日叫錯佢老婆做 Ronnie， 而 Veronica 係 Bobby 喺荷里活認識嘅作家夫妻所介紹嘅。睇落好似荷里活式嘅膚淺友情，點知跌破眼鏡，佢哋竟然成為咗 Bobby 嘅終身好友，仲幫咗 Bobby 夜總會事業一把。幾年之後， Bobby 同 Ronnie 重遇，兩個人都忘記唔到大家一齊食飯去玩，但最後都係 Ronnie 較理智，臨崖勒馬，決定唔好再見。最後兩人只可以帶住遺憾，遙遠咁互相懷念。呢個時候我哋可能會問，如果當初 Ronnie 揀咗同 Bobby 一齊，又會點呢？可能兩個人最後都會對大家唔滿意，各自喺心入邊默默懷念緊另一個同自己錯過嘅人啩。呢種荒謬同無奈喺真實人生入邊不斷上演，就好似活地亞倫自己講過，佢嘅電影想表達嘅係人性悲觀同淒涼嘅一面，但佢嘅電影往往喜劇色彩濃厚，就好似人生就係咁荒謬。成套戲嘅重點係人係好容易妥協。陳奕迅都唱過，誰為了生活不變。 Ronnie 本來討厭講八卦，討厭虛偽嘅人，最後 Bobby 睇住佢變成自己以前最討厭嗰種人，心入邊百般滋味，但係自己又何嘗唔係咁樣呢？活地亞倫喺16、17歲嗰陣時，啱啱入行做電影，有時佢會自己一個去經紀人嘅辦公室，嗰啲經紀人對佢嚟講係好有權勢嘅人物，
佢記得有次去拜訪某個經紀人嗰陣時，喺門口遇到一個好靚嘅接待員。佢當時心諗：哇，佢靚到好似明星咁啊！就係呢次驚鴻一瞥嘅深刻印象，令佢有靈感拍咗呢套戲。基斯丁史超活得到 Vonnie 呢個角色都唔容易，佢要經過試鏡同埋由活地亞倫親自面試先至得到角色。雖然嗰陣時佢已經憑《吸血新世紀》系列電影出咗名，好有人氣，但係活地亞倫唔識佢。《吸血新世紀》佢淨係睇過60秒左右，淨係覺得呢個後生女好靚，但唔肯定佢適唔適合演 Vonnie 呢個有雙重性格嘅角色。不過試鏡之後，活地亞倫好快就知道基斯丁史超活絕對係最啱嘅人選。而基斯丁史超活對活地亞倫嘅印象係一個好隨興嘅導演，佢喺現場好少同演員討論，又唔會排練，直接就俾佢哋上場，中意俾演員喺唔偏離劇情嘅情況下即興發揮。基斯丁史超活覺得佢喺寫劇本嗰陣時候已經完成咗套戲，演員只係要翻譯翻出嚟就得啦。呢個亦都係活地亞倫可以好快完成一套電影嘅原因。呢套應該都係女星基斯丁史超活最後一套以比較女性化形象演出嘅電影，之後佢演嘅神探俏嬌娃、深海異獸等等都係以女強人姿態演出，而喺現實上佢都已經出咗櫃，仲喺2021年同女編劇 Dania Maia 訂咗婚。男主角 Jesse Eisenberg 嘅睇法同基斯丁史超活好相似，覺得同活地亞倫合作好有挑戰性，又好有滿足感。佢唔會用好多時間去拍一場戲，所以有時演員自己覺得演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嗰場戲都會留喺電影入邊。活地亞倫可以接受唔完美，呢個都係藝術嘅一部分。假如一場戲拍得太多次，演員會開始諗得太多，反應會變得太刻意，唔夠自然同直接。而 Bobby 呢個角色好容易睇得出係活地亞倫本人嘅化身，無論係講對白嗰陣時嘅緊張同漏口，或者係肢體間嗰種不知所措，可能係活地亞倫刻意要求 Jesse 咁樣演。如果後生50年，呢個角色佢應該會親自上陣去演啩。舅父 Phil 呢個角色本來係由巨星布斯韋利士飾演嘅，但之後佢俾活地亞倫炒咗魷，原因係布斯韋利士喺現場嘅表現實在太差，佢根本記唔到任何對白，令到活地亞倫忍無可忍。後嚟我哋先知道布斯韋利士喺2022年確診患上失語症，但原來病徵喺2016年嗰陣已經開始出現。呢套戲講咗一段沒有結果嘅感情，差唔多每個人都試過嘅共同經歷，當中有好多如果當初咁樣又會點樣嘅時刻。呢個就係人生，有情懷又有共鳴，係我好中意嘅一套戲，希望你哋都會中意。好啦，今集嘅內容就先講到呢度，歡迎留言討論，我哋下次再見。願你一生沒哀傷，願你終於找到自己方向。若有不開心，